弟兄们平安。真欢喜，咱会当组织伫遮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咱的暗顿足澎湃，对无？肉体食到饱顿，对无？咱嘛毋慢，咱的灵命嘛得到饱足，对无？嘿，要得到饱足，就爱用咱的心灵、甲诚信来学习咱的主，来敬拜咱的主，对无？因为基督的疼，咱会当三甲来做伙享受上帝大恩典。因为基督的疼，咱的灵命受到忧伤，咱的信仰拿加天。因为伊的大救赎，伊替咱顶十字架，替咱赎罪，所以咱有新的生命，咱有同款的希望。此时，咱做伙来唱这首《基督的疼》。前几礼拜前，我有回去台湾走处理一寡代志。虽然迄句祈祷有交托，但是老实讲，心肝嘛是抑阁有淡薄仔惊惊。咱的上帝讲台湾交爱嘛真古锥，伊毋是讲你求，伊就予你。但是伊要予你的时阵吼，迄个时间点有当时是予你足着急的，确实伊内甲是拄啊好。拄啊好迄边伫一个调解会当中，阮规家人都有感受到上帝伊咧引带，伊真正咧引带。迄天，伊互某一个人出现，伊互另外一个人较袂出现，伊互这个人有智慧，讲出真有气力的话，伊互这个人心肝会软，所以代志就完成啊。一件看太恶处理的代志，都以上帝引带内底，底底1-20分钟就完成啊！所以我嘛感觉是人无可能的代志，比上帝万事拢有可能。阿
妹。阿妹。所以上帝就把阮的烦恼摕掉，互阮变做欢喜福气。所以我是来深深感受到上帝真正伊的恩典有够大有够大，所以咱做伙来唱这首《天父恩典真正大》。咱就袂孤单，因为耶稣甲咱当作伊的心肝，甲咱疼命命。伊甲咱三做伴，甲咱斗阵行，伊的疼痛无变换，伊予咱温暖袂畏寒。这么大的恩情，咱是要安怎来感谢？咱只有一生甲主念小我，做伙来唱这首《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》。无你同在，无忧愁。
咱的耶稣，伊听咱，照顾咱，保护咱，咱会甲伊相亲近，伊会怜悯咱的软弱，伊会安慰咱的忧愁，伊会医治咱的苦痛悲伤。当咱孤单无伴的时阵，咱愈需要来亲近咱的上帝，互上帝的话来充满，来引带。这时，咱做伙来唱耶稣，你听我。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来亲近伊，顺探主的旨意，过一遍得到新的开眼，咱会更加体会主的疼。有时阵，咱会感觉咱的艰苦无人了解，咱的心情无人知影，但是耶稣拢知，耶稣拢知，因为耶稣伊疼你。相在，耶稣你听我，耶稣我知影，好感谢你，谁人看我可？耶稣。先问我，我
听我，互你来引传。我哪好多无关。亲吻你，将你的情，耶稣你听我，互你来引这是咱做伙来祈祷，看看阮的天父。感谢你，感谢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，互阮享受天父你的疼，摕掉阮的烦恼，互阮的是平安甲希望。无论伫啥物时阵、啥物的情况，阮拢要学落你，阮拢要感谢你，因为一切拢有你美好的计划，互阮能会当单单的仰望你，全心全意来听你。你人无可能的代志，伫你凡事拢会当。愿你保守今仔日的聚会，互每一个人拢领受满满的祝福。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